返香港有啲咩搞？去香港文化博物館睇粵劇文化。位於一樓嘅粵劇文物館係完全免費入場㗎，裡面收藏咗大量珍貴粵劇文物，包括名伶戲服、華麗頭飾、戲橋劇本、海報同埋傳統嘅樂器。最特別嘅係館內重現咗傳統嘅竹棚戲台，好有懷舊 feel 㗎。另外仲有多媒體互動環節，詳細介紹粵劇嘅歷史、角色、唱腔同埋化妝技巧。而家仲有特別展覽《詼諧野笑丑新王梁醒波》，展出呢位粵劇界嘅傳奇人物嘅戲服同埋珍貴嘅資料。地址：沙田文林街1號香港文化博物館。